4年前，台铁德鲁固自强号败马，造成49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工地主任李继雄以1审判判7年10个月，伊讲华文好无罪。昨昏2审宣判，李继雄加重判刑，改判12年6个月，华文好同款无罪。我们希望法院可以让李义祥和华文好承担起他们应该要负的责任。我们也希望这个宣判可以让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有所交代。案发之前外日，相信无消息对离世亲人拢是思念。2021年4月发生的台铁太鲁阁败链事故，带走49条性命。出代志的工地主任李玉祥以刑罚判7年10个月，伊讲华文好无罪。此案经过2审审理，立告改判李玉祥12年6个月，华文好维持无罪。不管判得再重，刑责大概就是这样啦，对吧？再怎样也都是没有办法换回这49条人命啊。李继祥方加大判刑，一大关键理由是合议庭认定，伊伫出代志了后无随同补救后颠倒捌离开事故的辩驳，除了犯下过失致死罪甲妨害投标罪，搁加以肇事盗药论罪。华文好会当判无罪，其中一项理由，因为合议庭认定伫大货车对伫铁轨路进前用乌头机拖救大货车的行为是李义祥家己决定，华文好并无参与。运安会里面说到的是华文豪向李义祥提议说，我们用挖土机来拉车好不好？难道这就不是一个一同协力一起造成这个事端的过程吗？其实过去审理阶段，罹难者家属的委任律师几下摆主张会当调无作废杀人罪谈判，也毋过合议庭将其尾无采纳。他跟408车是应该是完全没有认识啊，也没有什么任何动机啊，所以无法认定说他有一个要杀人的动机。那认为李义祥应该无杀人的动机，判决也点出为时间车辆对路甲列车相撞，前后无超过1分半。李义祥因为突发意外真惊吓，无随敲电话喊救，真歹单靠这点认定有杀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